后来，这个排马事故造成着重大的死伤，施工单位、东新营造甲监工的单位，拢去予检调来调查，多参廉政署嘛介入来追查，要查看是毋是有备案。这个调事的义祥工程的负责人李义祥，疑似是照牌转包，这牵涉着围标，相关的人拢互检调透明来问笔录，最后这个承包商杨金龙5万块来交保，监工林鼎清违反着政府采购法300万交保。另外，东新营造的负责人黄冰豪甲伊的后生黄文丽，嘛违反着政府采购法，分别以500万甲25万来交保。这个黄冰豪到透早6点，家属敢若装着400万，不过检察官也是裁定讲，互伊先交保离开。到底有没有借牌这一回事？是毋是照牌来标案？李义祥无回答。工程车骨路造成泰鲁国河排马重大死伤，检调亲自调查提问李义祥，要调查代志的真相。阁有李义祥用的偷走的外劳也好，嘛互带转来调查。美6天要上找到，而且2个人拢因为涉嫌过失致死罪嫌，有可能串证或者是灭证，拢互裁定扣押禁见。其他检调要追查，就是和工程有相关的人员，包括东新营造负责人黄平豪，伊嘛到场说明，伊涉嫌照牌转包，互无符合资格李义祥会使参加工程。阁有东新营造的监工外号乌狗的林中清嘛，互带转来问。东新营造过去得到真侪代替的标案，总金也有4亿4000万。廉政署调查局拢未调查，因怀疑标案当中有问题。阁有承包商杨金龙嘛，互地检署透明讯问，伊敢若无专业的执照，煞担任专任工程人员，有业务无符合事实的情形。上尾检方嘛做出裁定。承包商杨金龙涉嫌业务登载不实5万交保，东新营造监工林中清违反采购法300万交保，东新营造负责人黄平豪违反政府采购法400万交保，黄平豪后生违反政府采购法25万交保。新被告是不是要到现场模拟的这件事情，好，那我们都会依照我们的侦办进度哈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们也不排除哈会让他到现场来模拟。泰鲁国河排马事故显示，毋但安全管理有问题，就连是毋是有备案，拢无法度排除。检调表示，继续扩大来追查，要甲相关负责单位拢调查清楚。